如果你打算2026年喺惠州買房，今日呢，我哋就好好咁傾一下惠州房地產裏面嘅大實話。我喺惠州呢做咗接近10年嘅房地產，惠州嘅房價起起跌跌我都經歷過，見過太多人買賣房產嘅故事啦。我發現大家對房地產嘅認知比以前高咗好多，就係知道太多啦。對於戶型、採光、地段、配套，傾起身頭頭是道，到頭來呢都唔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咩房。所以呢，你而家最缺就係你買房之前俾到你建議嘅中介。今日呢，我就俾大家9條買房嘅建議。如果你睇明白大概啦，唔會踩坑，轉發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第一條，首套買房呢嘅朋友注意啦，記住屬性必須係放到第一位嘅，唔好俾嗰啲投資潛力規劃發展打亂咗自己嘅節奏。人生嘅第一套房核心呢，就係令到自己舒服，上班方便，改善生活方便，買餸煮飯方便。就好似你買一對鞋咁啦，着得舒服比款式好睇更加重要。你諗一下，就算佢以後呢升咗，你自己住得唔舒服，搞到你心情唔好，咁買房嘅意義何在呢？第二條，普通人買房真係冇追求一步到位，以後嘅房肯定係會越來越好嘅，價錢呢都會越來越穩定。咩嘢新規、超新規戶型，第3代到第4代，我哋呢而家買一套房夠自己用就可以啦。買房最罩忌嘅呢就係盲目攀比，睇到人哋買一套超新規嘅戶型呢，自己呢就夾硬上車。第一套房面積夠用，功能齊全，冇必要承擔咁大嘅經濟壓力。房始終都要換嘅，第一套房俾你嘅安全感，你係花錢買唔到嘅。第3條，買房係冇必要追求最低點，以後嘅房價冇人知道升定係跌。如果你而家確實呢有住房嘅需求，買得起用得上，而家呢就係最好嘅買房時機。為咗追求所謂嘅最低點，錯過細路哥開學嘅時間，推遲結婚嘅日子，最後呢得不償失啊！有啲嘢呢可以等，有啲嘢錯過咗就冇啦。為咗一個唔確定嘅最低價，將而家錯過咗冇必要。第4條，買房冇十全十美嘅，除非你唔差錢。先確定自己嘅核心需求，自己最在意嘅係邊一點。比如呢，學校方便，或者呢你係度假養老方便嘅，要求周邊嘅配套成熟。翻去深圳同埋香港，時間成本上減少嘅，唔係增大啊，在自己預算範圍內滿足你需求就可以入手啦。如果你非要買十全十美嘅房，咁價錢肯定會超預算噶啦，何必令到自己咁難受呢？第5條，預算有限嘅朋友，嗰啲偏遠價錢低嘅新房就唔好睇啦，一定要守住地段嘅底線，地段非常重要嘅。地段好呢，哪怕戶型間隔細一啲、舊一啲，佢嘅流通性都會比呢啲偏遠嘅新房好得多。第6條，剛需樓盤內嘅大戶型就唔好買噶啦。打個比喻呢，如果呢個片區嘅業主戶型都係80幾到100左右嘅，你非要買個160平方或者200平方以上嘅戶型，咁以後賣嘅時候呢就好麻煩。改善客戶呢睇唔上，剛需客戶呢又買唔起，最後呢你只能夠一降再降啊，就係降價賣房噶啦，真係得不償失嘅。第7條，買房嘅心態好關鍵。而家你買房，你就係當佢係一種消費，你日日猶豫不決啊，糾結呢個房價嘅升跌，咁我就勸你暫時唔好買噶啦。
用以前傳統嘅心態去買已經過時啦。買房係為咗改善自己嘅生活，享受我哋嘅生活，俾屋企人最好嘅幸福指數。日日焦慮房價嘅升跌，仲不如租房住，過得瀟灑啲。第8條，預算又唔多，但係咧必須又要買房嘅人，月供盡量咧唔好太高，月供咧最好唔好超過你家庭收入嘅30%，甚至更低，而且要留足夠嘅備用金。買房係為咗改善生活，唔好為咗買套房去做牛馬。第9條，買房咧要拉長嚟睇，更加要兼顧現時嘅生活。經濟有周期，但係咧生活冇有回頭路。結婚、生仔、讀書、養老、改善生活，呢啲都係生活嘅關鍵時間節點，佢唔會等你。喺適合自己嘅人生階段咧，買一套啱自己嘅房，比房價低嘅時候咧，買一套所謂完美嘅房係要更加有意義。猶豫不決唔會幫你規避風險，只會令你錯失好多重要嘅時刻。最後咧，提醒大家句，得閒嘅時候咧，衡量一下自己嘅荷包，睇睇自己可以承受幾多。等買房呢件事咧塵埃落定，就將時間真係放喺家庭、放喺事業上，比你日日去研究房價嘅升跌更加有價值。你哋話係唔係？我係阿 Ken， 喺惠州買房幫你避坑。我拍短視頻嘅初衷咧，就係為咗令惠州嘅房價更加透明，令我哋普通人都能夠安心放心買一套靠譜嘅房。因為惠州咧而家好多樓盤嘅，但係可以買嘅真係冇幾個嘅，所以咧而家呢個大環境揾錢大家都唔容易，所以買一套房一定要認真對待，揾啱人辦啱事係最直接嘅。咁如果係中意我嘅影片嘅，可以 follow 翻我，有需求可以私信我。咁我哋呢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